各位網友，今日想講下嘅話題係天眼下嘅微觀宇宙，佛教嘅微生學智慧。咁我哋現代人用顯微鏡咧，就可以睇到水裏邊好多細菌噶嘛，空氣中有好多病毒噶嘛。呢啲對我哋現代嚟講係最尋常不過嘅事嚟。但係早喺2000多年前咧，佛教嘅典籍裏邊已經好精準咁樣描述到呢啲微生物嘅存在，好早已經知道有，甚至乎咧就有套咧應對哲學，因為佢存在緊啊嘛，我哋咪要應對佢咯。對於微生學嘅記載咧，最經典嘅故事就係喺部派佛教裏邊嘅說一切有部其中嘅薩婆多論就咁講。有個咁嘅傳奇故事，佛嘅大弟子智慧第一嘅舍利弗，佢修禪定，佢就得到神通。佢原本淨係想用天眼睇下周圍嘅環境，結果一睇唔得了，哇！周圍都係一啲微生物，空氣中佈滿咗微生物。呢個景象好震撼，好恐怖。即係將成個宇宙嘅微觀世界咧，就直接擺咗喺影現喺舍利弗嘅眼前。呢啲蟲咧多到好似水邊嘅沙，又多到好似米缸嘅米一樣密密麻麻。薩婆多論喺呢方面嘅原文就係佢話：一時舍利弗以淨天眼見空中蟲，如水邊沙，如氣中粟，無量無邊。氣如水邊沙，即係好似水邊嘅泥沙一樣。如氣中粟，呢個粟係米咁解啊。文言文嘅粟字多數係米糧咁解，佢唔會講粟米唔係街邊烚下嗰啲，唔係呢啲。氣中粟即係米缸裏邊嘅米，多到好似水邊嘅沙，米缸裏邊嘅米一樣，無量無邊。智慧第一嘅舍利弗見到呢個景象咧，嚇到佢要點咧？要斷食，因為佢發覺自己唔好講話食嘢飲水啊，坐喺度呼吸都不斷咁殺緊生。於是乎佢咧就唔食唔飲，就支撐咗2-3日。但係咁就遲早死噶嘛，係咪先？咁咪要提早涅槃。最後咧就佛親自下令強制恢復進食。佛咧就立咗一個非常之理性嘅規矩啊。佢係咁講，佢話薩婆多論，佢話凡制有蟲水，齊肉眼所見，不制天眼見也。佢意思即係話咧，殺生嘅標準係乜嘢咧？就係以普通人嘅肉眼見到為標準。如果肉眼見唔到嘅微生物飲咗落去或者食咗佢咧，就唔構成嚴重嘅殺戒，唔算呢個規定就係點咧？將修行人嘅心理壓力一下釋放出嚟，就唔會走向極端啦，好荒謬咁啊！如果我唔食我見到有啲我寧願死我都唔食，唔係。對於空氣中嗰啲微生物喺空中你吸咗去或者吞咗去點咧？佛陀嘅應對方法就係放低呢啲無謂嘅恐懼，我哋回歸正常嘅生活。因為空氣中嘅微生物無處不在啊嘛。如果你過度執着於連睇唔見嘅我哋都唔可以殺戒，咁就會陷入於強迫症呢個無謂嘅恐懼。我哋應該理解佢係自然運行嘅一部分，唔需要過度擴大對於殺生嘅焦慮。係喺修行同埋生活之間攞一個中道平衡啦。有關佛教最出名嘅飲水偈咒咧，我相信好多人都聽過。佢就話啦：佛觀一缽水，84000蟲，若不持此咒，如食眾生肉。跟住下低就係一個護生咒。其實呢個偈頌咧唔係出自梵文嘅，唔係出自梵文經典嘅，而係出現於明末清初時期嗰啲佛教人士咧，佢哋整理嘅毗尼日用切要。有其他宗教人士咧就想抽下佛教後腳，
佢哋就沿住呢個計數去搜集資料啦。佢以為咧，嗱呢個佛觀一缽水呢個計數咧，就最早嘅出現就係喺毗尼日用節要啦，係明末清初嘅。佢以為呢個就係源頭。咁同時明末清初咧，顯微鏡傳入。明末清初嘅科學家孫雲頭咧，就係出咗名製造呢啲光學儀器。於是乎呢啲宗教人士就提出啦，佛教知道飲水水中有微生物係因為顯微鏡啫嘛，有顯微鏡傳入。如果冇顯微鏡傳入啊，打死佢哋都唔會知道水裏邊有微生物啦。咁當然呢個唔係事實，因為喺佛教早於部派佛教時期嘅説一切有部，佢哋嘅薩婆多論咧就已經有明確嘅文獻去記載，距今2000幾年，好確實嘅。只不過佢哋唔做功課，做得唔徹底。咁仲有嘅其中另外一項重要嘅資料就係咧，其實佢哋有所不知，唔單止佛教知道空氣同埋水裏邊有微生物，俾佛教略咗嘅耆那教，佢哋都知道空氣中同埋水中係有微生物嘅。咁好容易明白，因為咧其實即使喺外道咧，佢哋都修禪定噶嘛，所以佢哋有一定嘅神通力。但係咧，耆那教同佛教佢哋喺呢方面嘅處理係有所唔同。耆那教嘅實踐方式咧就係佢哋避免傷害呢啲微生物咧，就用棉紗布同埋過濾啲飲嘅水，過濾佢，甚至乎用布遮住口鼻，咁啊防止呼吸時候咧就吸入呢啲微生物，就殺咗佢哋。咁耆那教嘅核心理念就係咩咧？人類應該盡最大嘅努力，避免咗任何微生物嘅死亡同埋痛苦。佢哋嘅偏向咧就係結果導向，係要完全保護呢啲微生物。而佛教有所不同，佛教就係以肉眼同埋作意即係動機咁解作準，咁係務實啲嘅。咁佛教同樣承認水裏邊有無數生命嘅，但係佛教更加強調嘅係中道同埋實踐，就唔係追求物理上嘅零傷害。咁佛教嘅持戒標準咧就係咩咧？肉眼可見同埋主觀動機。戒律要成立就係一方面具備殺害嘅動機，第二方面具備殺害嘅行為。戒殺嘅原則就係以凡夫肉眼所見為準，即係話肉眼所見呢啲蟲，如果你殺咗佢咧，就係違法；如果要靠天眼先睇到嘅咧，就唔算違法。呢個就係動機導向啦。我哋睇翻薩婆多論中舍利弗嘅故事咧，我哋會不難知道咧，古代嘅智者對生命嘅本質咧係非常之深刻嘅洞察。佛教早喺2000幾年前啦，喺現代早過現代科學成2000年前就已經提出咗空氣同埋水體裏邊係充滿咗微生物呢個真相，呢個事實。而且佢係用極務實嘅方式咁點樣應對咧？點樣處理咧？就係教導眾生喺呢個充滿微生物嘅宇宙裏邊，我哋點樣安身立命咧？係行一個中道咧，咁充滿咗智慧。好多謝各位。